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1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8篇，约书亚记第6章第1节到16节，还有20节。使徒行传第13章第1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顺从。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过程非常的神奇，在湍急的约旦河旁，由领头的祭司先踏入约旦河，河水即刻就停止了。有上帝命令约书亚派出各族共12人，在约旦河底的祭司脚下取出12块石头作为纪念。约书亚又另外取出12颗石头摆在祭司的脚边，作为上帝带领恩典的记号。如今越过了约旦河，又准备进入耶利哥城，因为城人的害怕，耶利哥城城门就紧锁。上帝吩咐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，圣经这样记载：耶利哥城的人紧闭城门，严加戒备，要防止以色列人的侵入，没有人能够进出城门。上主对约书亚说：我已经将耶利哥城连同他的王和勇士都交在你的手里了。你要率领军队，每天绕着城走1周，连续6天。你要派7个祭司，各拿着羊角做号角，走在约柜的前头。到第7天，你要率领军队绕城7周，而那7个祭司要吹着号角，然后他们要吹一声长号。你们一听到长号，都要大声呐喊，城墙就会倒塌。那时全军要往城里直冲。约书亚召祭司们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要抬起约柜，其中7个人要拿起号角，走在约柜的前面。对战争而言，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作为。正常的作为就如同以色列人要渡过约旦河时的情景，圣经的记载。他们到达对岸后，祭司们抬着上主的约柜，走在群众面前，到前头去。吕便、迦得2支族，而玛拿西半支族，装备好的战士，照着摩西的吩咐，走在群众的前面，大约有4万装备好的战士，在上主面前过了河，到耶利哥平原准备作战。约书亚记第4章11节到第13节的记载。但在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却看到上帝却是吩咐以色列人每天绕耶利哥城1圈，一共绕7圈。除了祭司的吹的号角之外，通通要保持安静。第7天要绕城7圈，并且祭司们要吹着号角，还要大声的呐喊。他们可以说是不费一兵一卒，城墙就倒塌了。圣经记载这个过程这样说：接着他命令军队开始绕着城走，由先头部队领先，
走在上主约柜的前面。于是约书亚一声令下，先锋部队就走在最前面，接着是吹着号角的祭司，再一次是抬着约柜的祭司们，最后是后卫队。那7个祭司一路吹着号角，但是约书亚命令军队不要呐喊，非等到他下令不可出声。这样约书亚命令他们抬着约柜绕城1周，然后回营，在那里过夜。约书亚一早起来，祭司们和部队第2次绕城，他们按照前一天的次序进行，由先锋部队开路，然后是7个吹着号角的祭司，再次是抬着上主约柜的祭司，最后是后卫队。那7个祭司一路吹着号角。这一天他们又绕城了1周，然后回营，这样连续7天，他们都绕城墙走。第7天，他们天一亮就起来，以同样的方式绕城7次。只有这一天，他们绕城7次。到了第7次，祭司们快要吹号角的时候，约书亚命令部队高声呐喊，又告诉他们，上主已经把这城交给你们了。于是祭司们开始吹号角，人们一听到大声呐喊，城墙随着就倒塌了。全军往前直冲，占领了这座城。上帝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但关键是人们是否愿意顺从上帝的旨意。就如同过红海的以色列人，也如同过约旦河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因为顺从了上帝的旨意，就经历了上帝奇妙恩典的作为。因为愿意实践而领受了上帝的救恩。我们都知道，基督徒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，是因为在安提阿开始的。其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有一群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，他们的生活、言行各方面都很像耶稣基督，因此在安提阿，他们就被称为基督的跟随者基督徒。此后，安提阿也成为初代教会的宣教中心，差派宣教士的重镇。但是，成为一个受差派的人，必须要愿意顺从。无论上帝差派到哪里，或者上帝要我们离开，我们都要愿意顺服。我们看到了《使徒行传》13章第1节到12节的记载。圣经说，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，就是巴拿巴和西面，别号是黑汉，古利奈人路求，跟希律王一起长大的马练，还有扫罗。当他们在敬拜主禁食的时候，圣灵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为我指派巴拿巴和扫罗，去做我吩咐他们来担任的工作。于是他们禁食祷告，给他们按手，差遣他们出去。
巴拿巴和扫罗已经奉圣灵的差遣，就下西流记去，从那里坐船到塞浦路斯。他们一到萨拉米，就在各犹太人的会堂传讲上帝的道。约翰、马可在那里协助他们的工作。他们走遍全岛，一直到了帕佛，在那里遇到一个名字叫巴耶稣的术士，是一个犹太人，自称为先知。他和本岛的总督士求保罗颇有交情。总督为人明达，他邀请巴拿巴和扫罗来，要听上帝的道。可是术士以吕马是他的希腊名字，他反对，他想阻止总督接受这信仰。这时候扫罗，也就是保罗，被圣灵充满，就瞪着眼看那术士，对他说：你这个魔鬼的儿子啊，你是一切正义的仇敌，充满着各样邪恶诡诈，故意扭曲主的真理。现在主的惩罚要临到你，你要瞎了，暂时看不见日光。立刻以吕马觉得一片黑雾遮住他的眼睛，他到处摸手，求人牵他的手，替他领路。总督看见所发生的事，就成为信徒。他对有关主的教导觉得很稀奇。基督徒应当要顺从。诗篇128篇，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！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你劳碌得来的够你食用，你必定快乐，凡事亨通。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，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。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这样蒙福。愿上主从锡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目睹耶路撒冷的繁荣，愿你活着看见你的子子孙孙，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位愿意顺服、热心宣教服事的仆人，因为我们的顺服，生命美好的见证能够使人得益处。荣耀归主圣名，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